按摩小指头，基部的话是黄脑花眼、黄白内障的。那小拇指三条关节三条线，最上面那是肾穴，肾脏的肾穴，对肾脏有帮助的。按摩超过5分钟要按摩无名指，按摩小指头超过5分钟的话要再按摩无名指2分钟，否则会有副作用。按摩小指头50下，看电视的时候也可以按摩。